稍等者，我来甲叫哦。大公主，什么代志？外面有一姑娘哦，要找林大爷啦。啊？搞出来！哦，就是这位啦。无你的代志，杨娇姑娘。阿公主，我已经被识破啊！识破？林大爷伊的病情严重。来，我的房间怎么讲？是什么代志？阿公主，伫我还未被赵夫人识破之前，我已经对口中听一层的秘密。王子自细汉确实是无枪的，伊叫做韩秀。伊的亲生老爸并不是死汉，而是明思秋。啊？唉，想袂到明大爷一心正直，又身为武林大名子，竟然有一个不孝子。杨教官，你带人啊，千万这件代志唔通甲梁大哥讲。哦。那对，错啊，错着啊，对，找着，阮找着这集款啊呢。阮阿爹为强迄张批放弃，所以伊将这个字刻伫个玉环的内面，外口则搁用一言琉璃甲伊包掉，什么人都袂去发现讲，这卡玉环有藏一项大秘密。总教头陆胜，地上吴庆王亲笔笔下。陆胜拜上文王金鞍，小王子倒手上有3粒红色的太极，并非3粒红旗，乃是20里前陆胜亲眼所看。陆胜恐造不测，故留此证言。以便真伪。阿公主，啊，那你的倒手是毋是真正有3叶太极？三啊！咦，真是嘞！哎呦，原来你就是真正王子哦！是啊，阮老大就是正。多谢杨娇姑娘，你来甲我讲。假王子就是明大哥的亲生囝，可心的甲俏娘，多谢恁摕倒转来这卡翠玉环。但是今仔日这件代志，千万袂用搁再落下，更加袂用叫明大哥知影这个代志。夏公主，我明白你的意思啊，你是无愿意互明大爷伤心。就算你唔甲伊讲，赵夫人早晚也甲伊讲啊。恁三个人对这个客栈，伊来照顾就伊明大哥，你来听候就伊清理，搁3工了后伊就倒转来，才离开家舍无啊。我准备快马加鞭，一讲一暗，就会赶到家舍，我亲出来去见赵夫人。夫人，请入轿。
信海，在。下江龙还未到位是？我早就伫遮等你。是。嘿。是。只听伊讲，你甲自细汉生做真共款，果然无错，确实是真相。自细汉四处卖货，我只好约你出城来见面。赵夫人，你唔免紧张。虽然你所处用计点要陷害我，但是我今日来的目的，是要甲你谈一件代志。赵夫人，你的原因要害死我，就是你知影我是真王子。因为我若搁活伫这个世间，早晚会互落消着你搁着伊含羞的秘密。尤其你要搁互你的亲生囝世春继承王族，恁的美梦会全部落空着。这就是陆成，迄种批神的秘密全部刻伫即骹翠玉环，唔相信你详细看觅。真王子，毋是三粒红旗，是三粒太旗。无毋对。你看有清楚？对，千真万确，你是自细汉，知你要去向王爷告发我是？我若是要告发，我早就去，唔免今日约你出城来见面。安怎？你到这个时阵还阁袂相信？我用的讲将这卡翠玉环，这条就是通惠河，将这个证据该转来这个通惠河。你竟然毁灭证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赵夫人，含羞无将我的性命哦，论处的就该定斩刑，怎来欺负心底情啊？不忍使伊听伤情。是讲明事州？不错，思念亲祖，变的心哦，随的亲祖是不成人，在情必将主化担，自身犹如难保全。我的大恩人啊，伊也是公良敬佩人，风舞甲迄个眼睛啊，一场表现该是亲。无怪你为伊命输手啊！将王子体谅啊汉时，只用此保全你永远也无忧。
阮的表兄随阿言啊。请你叫我下岗。我永远会袂记得你的大夫，也永远会记得你劝告我的话。赵夫人，还佫一件代志，我必须要爱劳烦你，必须要你爱想一个办法。 莫提起就伊汉寿的情形啊，伊好照明大哥伊事假的身边，你爱找一个理由，可能赶紧结婚又四海。若无咧，唔会较紧离开这个所在。早晚，伊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伊是知影这个代志，咱就。 是你，你来创什么？苏秋，想会到你的病会这么严重？连伫咧假自闭，我的死亡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苏秋，假使我若肯将你的囝儿的身世讲出来，你是毋是会病会痊愈咧？你欠甲我讲。 但是我袂当答应你的条件去低调下岗了。我知影，我甲你去世家后是好朋友，看在恁家后的份上，我应该还互恁爸囝断义。若无收容志在九泉地下，伊也会怪我。恁囝叫做明秀，伊无学过功夫，家己的养爸漂洋过海去闪劳国。 伊的养爸死了后，伊就伫迄个码头上，伫咧卖水果为生。最近，听迄人伫闪劳国倒转来商人伫咧讲，明秀已经破病，无亲无戚，情况真惨。 水云，你这会真实？我必须要赶紧来去，必须要赶紧来去找我的囝。小廖，小廖，大哥，是什么代志？我已经知影我的囝是什么所在啊。照你讲，我会先帮忙你去找入款。 才去见我的囝，也毋过，偏偏伊病较真严重，我必须立刻去找伊，若无万一。袁大哥，安尼好啦，玉款的代志我家己来去找，但是你身体还佫真虚弱，你家己保重，你去找你的囝好。好，那咱向会有期。啊，向会有期。但愿明大哥
你人会当原谅我？啊，你够忝的。哪里忝？我嘛是共款，比你搁较忝。喙焦。行啊你。经理啊，啊，你什么时阵转来呢？大哥，我是对伊两个公孙仔吼，拢对无呢。吼，我实在心肝内吼，足唔甘，我足不服的，所以我就一直搁甲伊对甲刷好球。你哦，哼，实在有够笨桶啦哈！迄两个公孙啊吼，啊一个是老壳壳啦，啊一个是遐尼那真细汉，啊你也无才调甲伊掠着，让阮两个翁仔某吼，行到半路就断掉啊，你知无？啊，哪尼讲？找有款找有对无？哦，哪会无呢？是安怎啦？哈大哥，有款嘞？玉款是找转来，啊，毋过我已经甲等咧这个通位活落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甲伊单掉？你讲啊！因为根本我就无想要做王子啊。你又搁是这句话，又搁是这个理由，我无爱听。王子的尊严，你不看重，你对偏道太气洋洋。先父为你来送灵，我跪拜死你有道成，令尊义行啊，我记在心，请你待阮哦，比海深的。分明空当是无人性，你为了正义好疑心。青丽，你听我讲嘛，青丽啊，拜托你听我讲好嘛。你上有好气的，对我讲千辛万苦已辛苦。我出世入死是太冤枉，为你家破。青丽啊，有心的莫哭啦，你听我介绍，我讲。我无爱听，我恨你，怪我都无看到你的面。青丽，拢是你这个。公主的为我，心被困，必然会将你泪纷纷，含羞为我去倒魂，恋爱的小女儿，子的梦啊魂。莫非我已经是有心啊？韩秀是一个骗徒，又搁是一个心向手热的人。伊的囝万一若是甲伊同款，我的罪孽敢是更加沉重？我绝对袂会死一个眼睛。
做艺人。公主要你做高明，行医救人讲恶行，若是有缘读书教，可惜的也想要学几招。好意并非是恋母，教你赞的土意思。可惜哦，可惜的不捌你，有份自苦相明意。哈，老大，你是讲要教我的字哦？多谢公主。来呀，转来呀，我开。老王，哎，是开啥的？开你就知。